继续来看陆委会推荐由前监察委员吴鸿山来做海基会董事长。伊之前嘛捌做过公司的董事长。吴鸿山接受台记者专访的时表示讲，伊会拍拼来达成海基会设立的目的。 目前担任五尊县基金会董事长的前监察委员吴鸿山，未来有新的任务。陆委会拜五发布新闻稿，推荐伊来做海基会的董事长。吴鸿山表示，会拍拼达成海基会设立的目的。若是讲认为讲和平上重要，那安尼啦吼，双边大家拢讲好话，拢讲做。 实在的话，存好心，讲真正的话，做实在的代志，做对人民有益的代志。吴鸿山今年79岁，过去捌做过各大代表、公司董事长、行政院政务委员、监察委员等重要的职务。伊表示讲，海基会成立的宗旨是协调处理两岸交流，维护两岸人民的利益。 希望会当带海基会团队提供民众更较好的服务。海基会就是接受政府委托，也去协调处理两岸人民的交流的代志。同时也是做爱去做维护两岸人民的利益啊。 面对两岸交流互动的挑战，吴鸿山表示这是真重要的任务，也感谢太太的支持。既然已经接受这个挑战，就会尽全力去完成。若海基会是打算11月初4召开董事会，完成推选的作业了后，吴鸿山就会正式出任海基会董事长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采访报道。